今集我會同大家食雀美酒店嘅豐富自助早餐，除此之外咧，仲會去埋光明區最出名嘅大頂嶺綠道同埋虹橋公園。而喺大頂嶺綠道入邊咧，其實都會有3條好特色嘅橋㗎。呢3條特色嘅橋我都會同大家去探索一下。除此之外咧，仲會行埋全長4公里嘅紅色橋，呢一個就係好出名嘅虹橋公園啊！除咗親大自然，咁當然都要食一食光明區最出名嘅光明三寶啦。除咗三寶之外，咁當然都要食下其他立雜嘅小食啦。今集絕對係身心靈健康同埋美食之旅啊！諗起都覺得開心啊！我哋事不宜遲，我哋而家出發啦！各位早晨，多謝翻嚟阿羊嘅生活頻道。琴晚喺雀美酒店嗰度瞓咗一晚，極度覺得舒服啊！因為始終張床實在太大，一個人瞓咧實在係太舒服啦。起身嘅時候有諗過喺酒店附近食早餐，因為附近實在有太多嘅選擇啦。不過因為今日要去行山啦，咁亦都要消耗好多體力啊，咁亦都想影一影酒店嘅自助餐俾大家做個參考，咁所以我就決定同朋友俾咗90蚊去呢個酒店嗰度食一個早餐嘅 buffet 啦。我哋出發。因為款式實在太多啦，咁好難一個一個咁樣話俾大家知。不過大家都睇到我拍嘅影片，其實都見到有好多唔同嘅熱葷嘅食物啦，包括咗會有啲西式嘅煙肉啦、腸仔啦、薯仔啦、番茄啦，仲有一罐喺大陸酒店一定會有嘅蒸嘅點心。咁包括咗會有奶黃包、叉燒包。不過靜雞雞話俾你知啊，佢最好食嘅燒賣係收喺好抵㗎，大家都記住要揾一揾。另一方面，亦都會有一個煎蛋嘅地方，咁亦都會有師傅即場去做一啲煎蛋、炒蛋或者奄列俾大家食㗎。如果較早前嗰啲蒸嘅點心類唔適合大家呢，咁亦都可以揀啲西式嘅麵包類。如果以每一位90蚊人民幣嘅價錢嚟講呢，咁我覺得呢一個早餐都算性價比好高嘅。如果大家諗唔到食咩早餐呢，咁都可以參考下呢一段短片，睇下幫唔幫到大家。1 hour later，食飽咗，返咗酒店再休息一陣，跟住發覺原來自己唔記得帶運動衫啊，所以嗱聲咧就喺酒店嘅隔離嘅商場就揾咗一間 Uniqlo 去買件平啲嘅運動衫，咁就貨翻一陣行山就會舒服啲。咁因為行山嘅關係啦，咁所以都去埋超級市場嗰度去買一啲水，去備用俾自己一陣行山口渴嘅時候都可以飲。咁其實呢個商場其實都行得真係好舒服㗎，買好嘢，搞掂晒，搞掂完一輪之後呢，其實都隔咗成個零2個鐘啦。咁好彩呢，我哋嘅酒店其實都好近地鐵站嘅鳳凰城站。咁今次呢，我去行山之前呢，就會先去介紹一下咩叫做光明三寶俾大家去認識。冇錯，我又要去食嘢啦。不過點都嚟到光明區啊嘛，咁我點都一定要試下佢當地嘅特產嘅。我哋嘅酒店就好近鳳凰城站，咁所以喺6號線嘅話呢，就搭一個站就去到光明大街站。呢一個光明大街站呢，其實都好近呢一個光明招待所。今次呢，我要去食嘅餐廳呢，就係喺光明招待所入邊啦。如果大家嚟到光明大街站，咁其實由 boy 出口一出呢，就會見到而家畫面見到嘅馬路啦。咁過咗馬路之後呢，轉右手邊，一路直行，再轉左手邊呢，咁你就會見到有個光明招待所嘅牌㗎啦。跟住呢，而家大家畫面見到呢，就係轉咗左手邊嘅情景啦。咁其實入到嚟呢個位呢，都好舒服㗎，因為啲樹木都真係好高。行多2步呢，就終於見到光明招待所。其實大家行到呢個位呢，就絕對唔會蕩失路㗎，因為當地人呢都好中意嚟光明招待所嗰度食嘢嘅。咁我哋呢啲遊客呢，其實你上去一啲唔同各大平台呢，揾光明區呢，咁光明招待所呢都有好多人去介紹㗎。我第一身入到嚟嘅感覺呢，就好似去咗跟團呢去食團餐咁樣，其實個感覺都幾得意㗎。咁其實講咗咁耐，光明三寶係啲咩東東呢？其實就會有光明嘅牛奶牛初乳啦，亦都會有光明嘅乳鴿同埋光明嘅粟米啊。咁其實點解呢三寶會係咁出名呢？因為我上網睇翻啲記錄呢，其實光明區以前係一個農場嚟㗎。時至到今時今日嘅光明區呢，其實佢都係一個生態型嘅高新科技產業新城嚟㗎。光明區擁有亞洲最大嘅養鴿基地，
而喺中國大陸入邊咧，亦都係其中一個鮮奶嘅出口基地嚟㗎。咁既然佢養鴿咁出名，亦都係一個鮮奶嘅出口基地，所以點都咧一定要試下佢啲乳鴿同埋牛初乳啊！大家睇下佢嘅乳鴿，其實同香港嗰啲比咧，佢係大隻好多㗎。搣開嘅時候咧，大家都睇唔睇到啊？其實佢入邊真係有好多乳鴿油㗎，好正㗎！但係佢個牛初乳同埋個粟米呢，大家就可以考慮想唔想試啦。我就覺得一般般咯。食飽咗係時候要去行山喐下啦。今次呢，我由光明招待所嗰度打車呢，直接去咗呢個行山嘅起點，就係呢一個光明區嘅滑草遊樂園。今次行山咧，亦都係我嚟光明區最想做嘅嘢嚟嘅。而今次咧，我選擇咗行嘅路線咧，就會由大頂嶺綠道咧行到去呢一個虹橋公園作為一個終點站嘅。而大頂嶺綠道咧，其實全長大概有6.42公里，差唔多7公里嘅時間啦。當中包括咗會有3個好特別嘅橋梁，包括咗會有浮橋啦、探橋同埋懸橋。一陣間咧，大家都會睇到我去咗呢幾個地方㗎。如果睇完呢3個咁得意嘅橋梁之後呢，其實由大頂嶺綠道咧都可以駁到去虹橋公園㗎。而虹橋公園咧，其實總嘅長度就大概會有4公里。咁7公里加4公里呢，今日我哋主力就會行10公里至11公里。不過唔使擔心喎，其實我都覺得行得好舒服啊！大家都見到我拍出嚟俾大家睇啦，其實條路亦都好闊啦，亦都唔係一啲好崎嶇嘅泥路嚟嘅。咁所以都係行石屎路為主。只不過可能一開始嘅時候咧，就會有啲上上落落咧，大家就會覺得有少少辛苦啦。而由大頂嶺綠道嘅入口入，大概行咗10分鐘左右嘅時間啦。咁我哋終於嚟到第一條橋，就係浮橋啦。而呢一條浮橋咧，俾我嘅感覺其實都好特別㗎，因為佢係一個幾何形嘅圖案，係3個圓圈咁樣去設計出嚟嘅。不過行到上呢條橋咧，我就有少少驚啦。大家睇唔睇到而家嗰個地下其實佢係穿晒窿，一格一格㗎。咁好老實講，自己都係有少少畏高嘅人嚟嘅。咁同埋咧，行呢條橋咧，最驚咧，你會 feel 到呢條橋咧，好似都會有少少喐嘅感覺。咁你就會更加驚啦，因為自己又拎住啲相機啦，又拎住手提電話啦，跟住就喺度諗，如果跌咗會唔會穿咗落去呢？不過咧，呢一個都係一個好好嘅體驗嚟㗎。大家睇下，其實如果天氣好啲咧，呢一度咧都係一個好值得打卡嘅景點嚟㗎。其實真係好靚，要可能大家有機會去到現場，你就會感受得到嗰種靚究竟會係點咁樣咯。當大家睇完浮橋咧，咁好似我咁樣啦，咁沿路都係得一條單程路嘅啫。咁不過要留意翻咧，大頂嶺綠道咧，其實係光明區入邊嘅一個郊野公園嚟㗎。繼續行住啲石屎路咧，其實有機會大家都會見到一啲唔同嘅分支位咧，就可以俾大家行入去個森林入邊嘅。咁不過安全起見咧，我就建議大家都係唔好啦，主力都係行翻石屎路就方便啲。另外我都不得不提啊，喺個咁大嘅郊野公園入邊咧，佢嘅公廁係超級乾淨㗎，佢完全冇昆蟲喺入邊嘅。沿住石屎路由浮橋行到去探橋咧，就大概要35分鐘左右啦。咁沿途咧都係行得好舒服嘅。咁另外一個稱讚嘅位咧，就係佢竟然會有免費嘅蚊怕水係俾大家去用㗎。其實呢一樣嘢你係冇諗過㗎。咁嚟到探橋咧，其實呢一條橋咧就當然冇啱啱浮橋咁震撼啦。而探橋嘅設計咧，其實都幾得意㗎。咁佢咧直情係喺個山谷嘅下邊嘅。咁所以大家可以噴完蚊怕水，沿住個樓梯行咧，大概5分鐘度咧，終於可以嚟到呢一個探橋㗎啦。而呢一條探橋嘅外形咧，我自己覺得就有少少似 UFO 嘅。中間咧亦都有啲成網陣嘅位咧，係俾啲小朋友去挨蹦蹦咁樣㗎。咁呢一個設計其實都幾有趣㗎。行完呢一個探橋咧，其實沿住石屎路繼續行咧，我哋終於嚟到呢一個虹橋公園同大頂嶺綠道公園嘅一個連接位啦。而大家見到呢一個咧，就係虹橋公園一個好出名嘅虹橋塔啊，亦都係虹橋公園之中咧係比較最高嘅一個景點嚟㗎。但係都係好可惜啦，啱啱講過自己都係有畏高㗎嘛。咁但係我又好想影俾大家睇，咁你 keep 住行住呢一啲穿窿嘅地板咧，其實個人都有啲驚嘅。不過上到去咧，你就會見到，哇，好靚啊！成個光明區，成條紅色嘅橋，終於大家睇到佢嘅真身，
所以咧都忍唔住喺呢度打咗好多卡啦。都喺呢一個塔頂嗰度睇咗好耐風景，休息咗一陣啦。因為啱啱行大頂嶺綠道咧，雖然唔係行得好辛苦，因為沿途都好舒服啦，亦都有好多嘢睇。咁但係話晒都行咗6-7公里啊嘛。咁嚟緊呢，就唔會再行大頂嶺綠道啦，因為呢個連接位就會直情連接咗落去呢個虹橋公園。咁主力咧跟住呢一條紅色嘅橋咧，大概行4公里咧，就可以翻到去呢個虹橋公園嘅主入口噶啦。而呢一條橋咧，同啱啱大頂嶺綠道一樣咧，其實都係行得好舒服嘅，只不過可能人就會比較多少少。大家睇唔睇到啊？呢一個咧就係圓橋啦。咁我啱啱就冇去到嘅，咁不過唔緊要啊，旅行總有一點遺憾啊嘛，咁咪下次再去下咯。今日由大頂嶺綠道嘅入口開始行到虹橋公園呢一度咧，足足用咗大概4個半鐘頭嘅時間。今日嘅路線咧，其實我自己覺得咧係老少咸宜啊！如果大家都真係喺香港呢一個石屎森林咧，真係太大壓力咧，咁又不妨真係嚟下呢一個虹橋公園同埋呢個大頂嶺綠道行下。其實我覺得會有一種新嘅體驗㗎。當日行到去虹橋公園門口，其實都有咖啡店㗎，不過咧可惜佢就裝修緊。咁因為成身都黐笠笠啦，所以好快咧就 call 咗車返酒店啦。其實由虹橋公園返酒店 call 車咧，就大概坐咗5至10分鐘左右啦，其實都好快㗎。沖完涼舒服晒，又返嚟呢一個熟悉嘅商場畫面。因為今晚要食酸菜魚啊，我哋揀嘅餐廳咧，其實大家都應該有食過，就係泰義嘅酸菜魚啦。因為咁啱經過泰義嘅門口，就見到佢而家做緊一個羽衣甘藍嘅酸菜魚，咁我覺得呢一個融合咧都幾得意，就入咗嚟試一試啦。旅行就係咁噶啦，其實簡簡單單就已經係最好噶啦。1 hour later， 食飽咗老規矩，咁梗係周圍行下消化一下啦。因為聽日要返香港啊，咁所以咧都好認真咁樣行下佢哋嘅超級市場，咁睇下有冇啲乜嘢手信可以買返香港食。咁今次就同上次唔同，因為上次係買瓜子係預新年啊嘛，咁今次咧都係買下少少簡簡單單嘅輕食就算啦。仲有啊，聽日就返香港啦，所以今晚我都冇放棄啊，我繼續去買一啲唔同嘅嘢返去當宵夜食，盡興一下啊嘛。近排咧我就愛上咗呢一間煎餅度啊。其實你睇佢咁樣整下夾下咧，佢整出嚟嘅嘢食其實真係好好食㗎。咁我見佢喺羅湖區嗰邊都會有，如果大家有需要嘅時候咧，就可以去大眾點評嗰度揾一揾煎餅度呢一間鋪頭，都可以試一試啊。不過我返到酒店嘅大堂咧，原來我發覺咗條環島中港通咧，原來有大巴可以由酒店嗰度直接返香港㗎，就係呢一個啦。咁所以咧我就冇放過呢一個機會，我就嗱聲用 WeChat 去買飛。咁聽日咧到咗適當嘅時候咧，喺酒店嘅大堂就會有職員咧就安排你上旅遊巴。呢一架旅遊巴咧由酒店去返呢個深圳灣口岸咧，其實大概用咗35分鐘嘅時間啦。咁其實呢35分鐘咧，你上到車咧，完全係瞓到成隻豬咁樣就已經到㗎啦。其實都好方便。咁希望今次呢一段短片咧，都可以俾到大家去睇不一樣嘅光明區，或者有陣時都可以唔使淨係玩羅湖區咁悶啊嘛。咁有陣時行遠多少少咧，你就會感覺得到人流又冇咁多，自己個人都舒服啲㗎。今次呢段片就到呢度啦，咁希望大家都可以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。下段片再見，拜拜。